Bible Story。有一日，耶穌喺加利利海邊教導好多人，大家都嚟聽佢講道，因為耶穌嘅說話充滿咗神嘅智慧。人多到爆，耶穌就坐喺船上，從海裏對住岸上嘅人講道。佢用一個比喻嚟解釋神嘅道。有一個農夫出嚟撒種子，耶穌話佢將種子撒喺唔同嘅地方，有啲種子跌喺路邊，飛鳥飛嚟就食咗啲種子；有啲種子跌喺石地，嗰度土淺，種子好快就發芽。但係太陽一曬，因為冇根就枯咗。有啲種子跌喺荊棘裏，荊棘生起嚟就將種子悶死。仲有啲種子跌喺好泥土，就長大結實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嘅收成。耶穌講完就話：有耳可聽嘅就應該聽。大家聽到入晒神。之後門徒私下問耶穌：呢個比喻係乜嘢意思啊？耶穌話：你哋蒙咗恩，得明白天國嘅奧秘。種子就係神嘅道，跌喺路邊嘅就係人聽咗道，魔鬼嚟將道從佢哋心裏奪走，免得佢哋信咗得救。跌喺石地嘅就係人聽咗道，歡喜領受，但心裏冇根，一受試煉就跌倒。跌喺荊棘裏嘅就係人聽咗道，被今生嘅憂慮、錢財嘅迷惑悶住，唔結實。跌喺好土裏嘅就係人聽咗道，持守誠實善良嘅心，並且忍耐結實。Thanks for watching. Thanks for watching.